今年头我们是报道过，喺台中董事行业嘅后生建筑师简志明，7年前成立了一个艺术团队，伊能许多南投、台东甚至二北人也到草地里所，为有需要人免费起服，也算改善社区学校的空间。前一阵呢，伊同博士班教授合作，带领60人的高职大学研究所的学生呢，含个职工。去到新竹峨眉富冈村，一个客家传统农村，伊能采地取材作为舞台主题嘅空间。为8年来，富冈村的乡亲也利用一个空间规划嘅农民事业展览、健康咨询，还个义诊服务也到，还开始由外地人去一个社区参观咯。本单个店前的4钟头也闹热起来嘅，安尼嘅艺术成果看起来真见quite大。从下来看啊，一个社区嘅变化。大正月天意礼拜1、2日，店前嘅富冈村就忙見鬧熱，睇馬村嘅人啲嘅吱吱啾啾，未要盼同耕種相關嘅知識工作嚟同大家分享。順口還有小朋友示範插圖，就從細起呢要演技。你要用木姜呀？木姜，不会，不用削，真的好吃。木姜皮啦。对，很好吃。是栗子南瓜，很好吃哦。今年年初，台灣藝術協會交通大學嘅學生嘅同志講，喺富岡村打造舞台主題空間。完成過後，見面當出時咩規劃動到發通，同採地嘅產業結合。安尼呀，舞台主題空間就唔會像係空空嘅天天，係一類多功能嘅素材。所以我們就是看到大家在這塊土地上一直在為自己想堅持的一些事情在努力，就希望它變成一個平台。那我們的傳青市集，是希望它是一個從土地長出來的市集，所以我們每個月都會選定一個跟當地有關的主題來做展覽。當時實天為做社區教育嘅場所，入邊協會就邀請台灣立法法專家農民員來分享佢按多年來傳統風育同保育立法法嘅心得。現場未看得到有種嘅擔出嚟嘅表。鐵牛茶、和糖也豆嚟做展覽空間，展出佢下色報嘅相片同作品。它在台灣，因為很多人喜歡，跟每一個族群都有一些的關係。哦，那客家話稱它叫打碗花。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讓大家對這個花有認識、有了解，然後透過種花，然後透過說你不要去採花，你不要去做那個動作。讓這個花可以慢慢數量越來越多。也按到接觸嘅社區教室，除提有展覽同工作嘅功能，幾面還會安排義診同關懷社區老人家嘅活動，做啲公開按到老人家諮詢空間嘅一類重要嘅點。我們這邊老人家非常多，那我們也會希望鼓勵在這邊辦一些老人關懷老人的活動，那老人家可以來到這樣子的場域，不僅可以就是跟其他人聊聊天呐，那也可以在這邊聚餐，然後共識，這是我們未來的目標。主題拿來做農夫實習同展覽嘅空間，平常時各天民眾來亞社區參觀，也唔係建築體，未係重要嘅圖蘭美術。社區協會按用心規劃，也有空間也發揮生態嘅功能，做出效果。採聽印度知道社區有為動物共用嘅變化。交大的學生啊，那些的很多的學生都來到了大部分，大家都很高興啊，真棒極！你做了只竹編竹子啊，啲做起來大家看佢就意較好啦，意有創意啦。反正個從來冇背嚟重用啊！我就是講，呢個東西啦，鬧熱，不易撒人節的。像我們舉辦展覽的時候，很特別的一個地方是鄉親他們會進來看，會進來關心說，這邊是在做什麼樣的活動，有什麼樣的事情，為什麼會有外地的人來？那對，這是我覺得還
就是透过主构组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依族团队同交通太好嘅时辰，打造嘅廿五太空间，沙期有嘅新嘅气象。平常时这位游客也都先生同学生嘅，未会转到总嘅风来，佢也有乃爱加强，也系爱增嘅部分。两之间没有固定主因，可能当中某一个部分啊，绳子可能是断了，我猜想，所以才会整个跑掉。可能可以检查一下，应该有竹子断了。了解高台建筑所嘅教授去批函，帶定也啲學生嘅留嘅意見，知道有啲素材做到唔係以理想，故所決定下學期會安排課程來上。下學期我們還會有課程啦，所以這部分我們對這些可能發生跟當初預期不太一樣的地方做檢討哈，看看怎麼樣。一方面要修復，一方面可能不是完全按照當初的工法，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良啊。那更能夠應付在大自然情況下，它可能會受到一些我們當初不預期的狀況。當初我們想說，以稻草作為它的鋪面，它可以做防水的功能，可是沒有預期到它可能會因為就是下雨吸收過多的水分，然後再加上可能有一些強風、颱風之類，然後用力吹這個就是很完整的面，它受的壓力會很大，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扭曲變形。未來應該就是先把這個表皮的這個鋪面拿掉之後，就斷裂的那些骨架，然後把它抽換，然後再做一些結構的補強。我覺得就是我們做的這個，就當初的想法跟現在這邊使用者他們用的情況是蠻符合的。可能之後要做的就是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可能可以再做更多一些比較細節的裝飾，對，去讓整個空間變得更完整。冇關係啦，講向下比手勢啦，哈，你講10年時候哈，尤其起來講向上的一個材質上的東西。在地鄉前面邊也有天然嘅素材，天草為樹道，風吹日曬，也有二建議落殼無就快鐵。故所嘅也有並唔低意，現正大家看到做嘅也有聲音發射很多物嘅作用。一群後生人行業從其下來擬作，撈沙草嘅鹽點下去，大幫也有新嘅素材。未要行卡懂嘢，同負共處，以為關係，留正面嘅力量出去。